新德县唯一一个有田园也会当看海休闲农业区，当咧办活动，要互民众了解到特别的在地产业。甲鱼钩啊放入去水底，免偌久石板鱼连伊就食鱼。当然，囡仔袂当轻松钓鱼，为着袂去伤害到鱼啊，完全无用鱼钩。现场不管是大人也是囡仔，大家拢笑嗨嗨。大力，然后你要这样子，然后鱼跳上来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啊，我真厉害的。新德县台北市水决休闲农业区占地约480公顷，是市乌鱼虾仔14间业者做伙成立发展协会，要来共同发展在地产业甲观光。假日可以来这边释放压力，就是从捕鱼，然后到认识鱼，到钓起来之后一起煮饭、一起做饭、一起学料理，然后一起体验这样子的活动。我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。除了钓鱼体验，现场把利用在地食材，甲大家 DIY 做出好食的料理。那小朋友其实愿意学，那其实像在父母跟小孩的沟通，可能也会比较 OK 一些。协会把设计4款特色行程，招民众做伙来体验渔村生活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